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叶爱先生。今天收到这2盒，之前在网络上标的，试试看里面有什么吧。想当年绯村剑心在学生的时候就红极一时啊，现在有什么都可以出卡包啊。一边是8包，所以总共是16包。第1包香乐佐之助 SR，蛮好看的。第5包出了保底明神迷焰，哇，很可惜不是绯村啊。第6包赖田宗次郎 SR，出了一张剑心的 SR， 不错不错，蛮好看的。再下一张四乃生昌子的 SR，那个卡面其实设计的我觉得挺好。这就是全部的库，还有主角都有开到。